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们一早就赶出去演出了。今天是去养老社区给老人们演出，出发。这个地方也不近啊，开过去25公里，在太湖边上。朋友们到了，现在3月份啊，这个景色实在太漂亮了。今天是艳阳高照，叫旭辉彩园。去让我们去大厅里等，这里环境是没得说，环境是真好。里面这么多鱼，年岁有加，并非垂老，理想丢弃，方堕暮年。看看这住的外景，就知道肯定很好。我感觉这里至少要事业单位退休的才能住得起，1个月肯定不会便宜的。今天演出的地方，看一下，哇！先坐一会儿吧，等他们来跟我们对接。来看看他们的食堂，真的大的，这么大。我们今天坐在哪里唱啊？坐在里面。坐在这儿。苏州评弹欣赏。我比较好奇啊，住在这里1个月要多少钱？常住的，2年以上的。那么爷爷，我想问问你住的1个月多少钱？我现在是100天，大概是29800。100天29800，那相当于1个月。一间房。1个月差不多1万。你们喜欢听评弹吗？喜欢。好，那等会儿我一定好好唱。非常感谢啊，给他来演出，随着各位爱挖掉，再起码我得130万啊！对。很多生气人喊得了红包都抽，那么我今朝呢？等我教主播来唱波头，本上来呢，我唱一段我本港的珍珠塔。方太太诞生父郎，我儿子后悔的理想也当你3不行。做我把你这孽障，唯也与我枪毙。明儿相养，又太亲，想得令人红灯西顶人。Later， 演完了，今天效果特别好，怎么说呢，蛮有感触的。我刚刚在上面演出的时候，听到下面很多爷爷奶奶的口音都是上海口音。后来下了台和他们交流了一下，上海人肯定比苏州人有钱嘛，魔都，退休工资也高，很多爷爷奶奶都1个月14000、15000的退休工资呢。有些退休工资没有那么高，但是他们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静安区一套卖了900多万，那在这里住可以住多少年呢？所以看了这些爷爷奶奶，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要奋斗，这样你老了才能活得有尊严啊！朋友们，都讲阿呆。